向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7日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日本，佮宣布讲要关予咱台湾113万吨 AG2 风车，按算伫明仔载7月7日会送到咱台湾。疫情指挥中心除了向日本表示感谢，嘛讲咱家己买的 AG2 风车有62万吨，伫今仔日就会送到位。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初六早起记者会公開宣布，第二波對加送予台灣的 AD 疫苗113萬吨，將會喺這個月7日送來台灣。先般申し上げました台湾への第2弾となりますワクチンの供与につきまして所要の準備が整いましたので明後日7月8日にアストラゼネカ社製ワクチン113万回分を台湾へ空輸いたします。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国际送予台湾疫苗数量有6月20运到台湾。美国送的250万吨莫德纳疫苗，加日本第一批6月初4的 AG 疫苗124万吨，佮加上将要伫这个月7日第二批 AD 疫苗113万吨，已经有487万吨。另外，立陶宛将要伫9月底进前送予台湾的2万吨 AG 疫苗。那安尼，但市长也表示，咱国买的62万 AG 疫苗将伫初7运来台湾。 从上一次的124万，在这次113万，确实也超过我们1成的一个覆盖率，对我们在防疫上面是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自己采购的62万的AG 的疫苗呢，也会在明天会到达。谢谢日本、美国的大力协助，及时提供疫苗，让我们疫苗接种能有规模的进行。 另外，顶日台积电鸿海永联基金会买的 BNT 疫苗，中国各代办初5发出声明，希望台湾民众早日用到急需疫苗。也毋过，佮强调，上海复星集团是台湾地区得到 BNT 疫苗唯一的厂商。佮讲已经为海外数千名台湾民众安排注中国疫苗，也是外国新冠疫苗，地点包括泰国、缅甸、越南等地。还要贬台湾成为地方的区。 同时还在那里谈政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台湾人民会对中国反感。最近 AD 疫苗数量，包括日本送予台湾的，也佮有咱国家己买的，合计有175万吨。但市长表示，日本113万吨 AD 疫苗，有计检验风险1礼拜，上紧15使用，将评估注射的状况，有计开放第9、第10类的对象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所设计的预防车注文系统伫昨天推出，是先针对澎湖、金门、马祖3个所在试办，也搁全国第9类甲第10类的注射对象拢会使去登记，所以昨天一天就有超过165万人去登记。 国内新冠疫苗小连续送来台湾，要安怎分配甲注疫苗，一直引发各界讨论。由唐凤政委设计的新冠疫苗注文的系统，初六早起10点到初7下晡5点，互住伫金门、马祖、澎湖第9类甲第10类的民众去办注文注疫苗。在金马澎是已经达到这个启动条件，他们的9类都已经在施打了。你的户籍地是在金马澎，或者虽然你的户籍地是在台湾本岛，但是你是实际上是居住在 金马澎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登记。唐凤表示，注文的系统是要取代纸本列名册，只要第1类至第8类的人注疫苗的比率有够额，就会启动这个预约的平台。上紧7月13就有机会会当注文，开放予第9类，也就是18岁至64岁，带有高风险疾病、罕见疾病或者是重大伤病的人，也佮有第10类50岁至64岁的人来做注文。系统的流程分做4步，头起先是意愿的注文，接落来是1922的专线会发简讯，予登记有意愿 注射的人注文了后，民众就会当经未来1礼拜要去倒位注疫苗，也有注射的时段，上尾就是注疫苗。只要您是在9类、10类的定义里面，那你就可以来登记。我们目前名单只排除打完2剂的，所以你的第2剂的意愿也可以来这边表达。 民众意愿的登记结束了后，若是有符合预约资格的人，就会收到简讯。民众会当去1922的网站，或者是用健保快易通，选择希望注射的地点或者是时段。若无读卡机操作无方便，嘛会当摕健保卡去超商、药局、卫生所插卡来注文。若要修改注射的地点或者是时间，嘛拢会当做修改。若是注文了后无去注，就要延后再个注文。如果那一天你完全都没有办法到的话，那就会变成是你要等再
下一周才能预约，再下一周才能施打。因若疫苗医药系统开放了后，3个顶有慢性病的民众敢会当住？指挥中心表示，有纳入第9类高风险慢性病病人，包括糖尿病、大箍、高血压等的疾病。患者过去1年捌去病院，主要的诊断若有拄则讲到的病史，就会当使用医药的平台来做文字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3府，咱国内新增加27个本土病例，2个大病入境的病例，各有17个人死亡。即马确定病例愈来愈少啊，7月12敢有机会会当小可放冷。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无排除13伫高强度的管制之下，走向开放的路。新冠疫情本土病例等候指挥中心公布，初六新增加本土病例27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14例上侪，过来是新北市11例，屏东县甲彰化县各1例。另外境外移入2例，新增加17例死亡，连续刷3天确诊人数创下新低纪录。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总算讲，有可能7月13了后，高强度管制会当慢慢开放。7月13号之后。针对我讲，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预防的措施，然后加上有应变的能力，那在我们这个比较高强度的一个管制之下，那走向比较能够开放的路。3期境界可能会当小可开放，不过陈时中是讲，也是以疫情为主，不是以开放做目标。疫情会当控制的条件，互生活会当来到正常。陈时中讲，上北这疫情较严重的所在，还搁伫收尾，并无感觉整体疫情无到控制。但是未来是不是开放部分餐厅会当点来食，也有相关的指引。内用外食的这一部分做某一个程度的放宽，那是现在目前在规划的一个方向。食联体温。清消，这都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做得到。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样，那只好是外带。那如果做得到，那当然就可以。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及早的做相关的一些准备。新冠疫苗陆续到台湾，东方政委所设计的新冠疫苗医药系统，初六早起10点到初7下晡5点，予金门马祖平湖第9、第10类民众试办医药注疫苗。今仔初六早起就累计84万4个人登记。也毋过有民众测试，毋是第9类，而是第10类注射对象，买当线顶登记。年龄上大概不会出错了那第9类的部分，到底是不是属于重病、罕病、慢性患者？那这我们会跟健保的系统来做一个对接。陈时中表示，系统大规模测试难免有需要优化修改的所在，量早发现问题，互未来注射会更较顺利。113会邀请全国第9甲第10类民众登记，7月底会开放分批注射。陈时中最近原来要注第2剂疫苗，同款嘛是选 AZ。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小暑，代表天气愈来愈热。咱来看云图。咱台湾继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主要拢是多云到好天，过昼会落西北风。今日各地高温有32度至35度，尤其伫宜兰、花莲、创国、高屏地区，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遮尔小热的天气会维持1礼拜，所以乡亲一定要加啉水，唔通着山。来关心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鸮鸯啊，伫昨昏做生日，伊8岁啊。动物园有开直播，嘛有替伊传鸡卵糕。有民众是烦恼讲，鸮鸯敢是变瘦啊？动物园是讲，鸮鸯的体重伫标准的范围，叫大家唔免烦恼。2008年年底，大鸟鸮团团圆圆到台湾，大家拢想要去看鸟鸮。4年后，也就是2013年，鸮鸯伫咧大家的期待下出世。都市出时阵，将183.4公克。动物园的人员无分日暝甲伊照顾，尾仔总算会当甲妈妈见面。终于迎来了母女重逢的这一天。鸳鸯终于回到圆圆的怀抱了。鸳鸯有妈妈照顾，41天的时阵目睭天开，75天的时阵，鸳鸯会当听到外口的声音。尾仔是发喙齿，下出伊的第一步。伊当阵，互所有民众拢最能感受生命成长的快乐。大汤圆搓小汤圆，学妈妈吃主叶，一路走来，鸳鸯在妈妈身边，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初六是鸳鸯8岁生日，也为已经习惯的台北市立动物园带来欢乐的气氛。保育员除了设计特别的高水的鸡卵糕，
也传6个得汤的心理愿望和医家己境，主要以警着加团护生态的愿望。动物园讲，医仔即马是假性有薪，所以食较少，体重是114公斤，无落伤济。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休困3天了后，台北市的环南市场伫昨昏重新做生理。昨昏指挥官陈时中甲台北市长关文杰嘛拢有去到现场。明仔载会对市场内底工作人员搁做一摆大规模的 PCR 检测。环南市场休市3天了后，初6重新开市。卫福部长陈时中联合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共同视察防疫状况。陈时中向反啊发声，一定爱警调的。开完防疫会议的台北市长关文哲也前来，2个人无拄着面。复市的第一天，来客数少，生理甲医用袂比，人流降载到50%以下。环南市场侧背也要进行大规模 PCR 体检。北农、环南他们的那个基因定序英国变种病毒株，所以跟这个南部的这 Delta 的这样的一个群聚应该是没有关联性。7月9号以后原则上是要有7月8号以后做的 PCR 阴性的证明。为了弥补患难的损失，市府一天补助5000，肺部损害各补助5000，休市3天拢总补贴患难2000多万。为了抓出严重确诊者，初一开始，北市开放7间病院免费 PCR 体检，无限制监视台北市民。郭文哲一直强调，这不是全市普筛，一天提供2240名额。我们这个不是全市普筛，是有你认为要么你有症状，要么你就是有旅游史或接触史认为自己有可能上网预约才可以做的。才拄啊宣布完第5波做疫苗，第6波开放到68岁以上长者，初8、初9开放线顶注文，11到13开始注。若讲无注文，会当伫12、13打电话到区公所注文。15做疫苗，北市增加疫苗的促销功能，未来毋免搁卡1999卡钱，初1开始会当伫线顶促销。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嘛要求出入北农爱有通行证，无就是爱摕 PCR 阴性的证明。有南部起来业者就讲做一个 PCR 是贵松松，对南部起来到台北赚的钱拢无够做检验。屏东县政府即马是表示会替业者做 PCR， 高雄市政府嘛讲会协助业者大生子移风险。一地农产品搬去哩货车，准备变再去北部。北农大部分的农产品拢是来自中南部，严格发生群组感染了。台北市政府要求自这个初7开始，要入去市场要有通行证，或者是有7天内 PCR 阴性证明。严格 PCR 采检一遍5000，屏东业者感觉算袂好。我车子一开一上去，一天就是在上面，一天就是要回来。你回来，你如果又不载货的话，空车回来，基本那个薪资换算就根本就不划算了。都在 W 字，都在3月有诶无诶，对无？咱因都在工时有诶无诶，系啊。咱你安尼造成阮的困扰。屏东甲北农有往来业者，大部分拢是拄则发生群组感染时阵采检的，到即马已经超过10天，并且讲即马要去北农爱定采检。屏东县政府决定3个采检站国开放。我们又重新启动针对北农专案做一个公费的一个筛检那我们再帮这个我们的这些货运的司机还有这些物流业者来做免费的一个造册的一个筛检。同款甲北农有运输往来高雄，农业局讲即马无出力的问题。在6月30号之前有接连的3波，我们完成了111位货运司机跟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接种，所以这一些司机跟第一线工作人员只要持接种的黄卡，就可以进出我们北部的拍卖市场。高雄市政府伫咧北农发生群组感染的时阵，就扩列相关人员做采检。这群人即马抑阁有北农的通行证，因为已经做过有风险，所以这个15了会当摕疫苗的黄卡出入北农，未对产销运输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加上期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在台协会 AIT 正式宣布讲，由孙晓雅出任 AIT 台北办事处新的处长。咱外交部嘛发出新闻稿，代表咱台湾政府表示欢迎。孙晓雅对台美关系这项议题有真深的了解，嘛是咱台湾长期的朋友，望双方继续合作，强化台美的关系。来关心联合报，简讯是连者进前方积极讲，互警方提起办案。以前指挥中心有回讲，这是
资料绝对袂提去做别项用途。也毋过简讯是连接运输权条款内底嘅个人资料利用，有写讲配合司法合法的调查是例外。防治局讲这是开后尾门。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敢若是摕来做疫情调查，绝对无提起予警方也是司法单位使用。来关心《中国时报》，咱政府家己买的 AG 预防车，今仔日有62万吨会送到位。另外，日国捐予咱台湾113万吨 AG 预防车，伫明仔载嘛送到台湾。加这2批了后，目前咱国内的预防车累积计将有761万吨。咱总统蔡英文是望讲，并7月底予国人头一档的预防车注射率会当对即卖1成增加到2成至2成半。来关心台东空军的这项基地，有一个官兵做 AG 预防车11天了后出现不良反应，目前伊是住伫家户病房等待抢救，敢是甲预防车有关系？即马搁来调查。根据统计，目前咱做预防车注射出现不良反应的有798件，其中做 AG 预防车不良反应有760件，那莫德纳有38件。国军陆续安排官兵注疫苗，也毋过空军台东这项基地一个地勤官兵注 AG 疫苗11天后煞出现不良反应。6月27前往病院就医，带入加护病房，装叶克膜抢救。空军证实，这个官兵也搁伫加护病房观察。打疫苗之后身体的不舒适的反应，那这个部分可能后续会有这个专业的医疗的单位呢，他们会来做鉴定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因为人员目前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人员尽快的得到休息。这官兵身体无拄好，是毋是疫苗影响？疫情指挥中心是讲爱由专家来审议。那是车拉新增加17个确诊死亡，其中有3人比较少年，敢若40外岁，一个是40外岁查甫人，本身有慢性心脏甲腰子病，长期倒伫床，初二出现呼吸困难，隔天急诊采检阳性住院，初四就出现心跳上慢，急救无效，宣告死亡。住院当中，因为有诊断出败血性休克、呼吸衰竭的一个状况哈，然后在7月4号的时候，因为发生了这个心搏过慢的一个紧急的状况哈，经过急救无效，那宣告死亡。针对注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例，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解剖70例，分析死亡的原因超过一半，有51个甲慢性病有关系，4个是砸着无气。根据统计，目前注疫苗有798件不良事件通报，以 AZ 疫苗上济，拢总760件，莫德纳有38件。那是在疫苗接种后9天到19天之间发生。另外，同期有新增2例，这是莫德纳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不良事件。那死亡年龄是在63岁到84岁之间。疫情指挥中心是讲，第一期注射若是不良案例，第2期要改注无共抢牌，会当甲医生申请。另外，指挥中心初6日公布增加10例注疫苗了后死亡，有8例是注 AZ 疫苗，2例是注莫德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1.8亿例，死亡人数有39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088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是超过7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3000万例，伫巴西超过18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9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5万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Delta 变种病毒已经传到96个国家，预防车的保护力敢有保护力嘛引起讨论。以色列的卫生部是讲，辉瑞 BNT 的预防车咧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的保护力，即马落到剩64%尔，也毋过预防重症的效果同款有效。以色列确诊病例继续升悬，逐天新增确诊个案已经超过300例，其中大约有90%拢是感染着Delta变种病毒。以色列卫生部初5发布的报告指出，以色列所做的辉瑞疫苗，为6月开始，面对Delta变种病毒的保护力已经大大降到只剩64%。以色列专家承认，Delta变种病毒确实有可能入侵人体免疫系统，致使疫苗保护力下降。The Delta strain has changed the transmission dynamics everywhere and in Israel also. We know it is
more infectious from person to person. We also know it has some better capacity to evade the immune system as compared to the alpha strain. 不过，这份报告也强调，辉瑞疫苗伫面对德尔塔变种病毒，避免重症甲住院的保护率犹原有93%。不过，也是比5月份以色列官方公布的95%较低。虽然以色列的疫苗覆盖率伫全球排头前，930万人口中有57%的民众已经注完2档疫苗。不过，随着德尔塔变种病毒入侵，以色列官方已经恢复原地解除的防疫限制。 专家认为，在继续做疫苗的政策之下，以色列无啥可能等到今年1月达到1万人确诊的情况。And we hop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vaccine wall we have created with some additional measures we're taking, including masks and some additional measures, will be enough to further contain the disease at its point. 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手中大约有140万人，将要伫7月底到期的辉瑞疫苗，6月伫巴勒斯坦拒绝以色列捐赠了后，即马正式找到国家接手。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已经甲南韩政府完成签约，会将70万人要到期的辉瑞疫苗运往南韩。南韩会将今年第4季买的疫苗，其中的70万人还予以色列。这份合约已经得到辉瑞药厂的同意。另外，剩的要到期的疫苗，以色列将留予 国内12到15岁青少年，甲要做第2档的民众赶紧做。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来关心俄罗斯有一架载28人的运输机摔落来，飞行机顶28人遭不幸死亡。俄罗斯派救难队伫咧勘察者半岛巴拉达地附近的山区搜救。不过迄暗，航空局讲伫咧离机场跑道4公里到5公里的海岸边，发现飞机的碎片，无人被救起来。 На второй круг самолет заходил из-за плохой видимости воздушного судна 5 километров к северу от Паланы. Фюзеляж на берегу, основная часть самолета в прибрежной зоне. 这台安托诺夫2型运输机是伫咧离勘察者半岛巴拉纳机场约过9公里，差不多过10分钟就要降落时阵失去联络。机顶有22位乘客，其中1个是囡仔，约过6位机组员。俄罗斯媒体报道，巴拉纳店的店长也伫咧飞机顶。有一份无正式的报告讲，飞机伫咧降落进前先弄到一粒大石头，尾啊摔伫咧海岸附近。 天气歹也有可能是出代志的原因之一，怎么也搁伫咧调查。Судно 1982 года выпуска имеет действующий сертификат летной годности. Экипаж прошел предрейтовое о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ни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едутся поисково-спасатель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安托诺夫2型运输机是苏联开发，用安托诺夫4型的架构改良做一种双引力的军民通用的运输机。俄罗斯的飞行记录无啥好，2019年5月。 一台客机伫咧迫降时阵，踮跑道倒毁，41个人死亡。2018年，一台沙巴托夫航空公司的客机伫莫斯科起飞了无偌久就摔落来，机顶71个人全部死亡。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辑。咱台湾人去泰国投资一间化工厂发生爆炸，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有1个人死亡，60多人受伤。经过26点钟，火才拍花。 因为爆炸威力是真大，5公里内的民众拢向要求爱疏散。爆炸原因爱搁调查。熊熊一个爆炸，袂输地动共款，玻璃是脆糊糊，那个规涂骹。出代志的工厂大火是持续咧炭烧，现场若像火海共款。车过半暝2、3点啊，台湾投资的明帝化工伫泰国巴南府的一个工厂发生大爆炸，火是烧了真猛，消防人员甲搜救人員是趕去現場要救人。 大火炭烧超过1天，火势总算是有控制落来。不过现场四界拢会当看到更天的残骸，迄颗雷亚的70栋厝嘛拢受到牵连，而且佫有乌烟一直冲出来。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泰国当局烦恼乌烟可能会有毒，加上爆炸威力真强，第一时间已经下令疏散爆炸4颗雷亚5公里远的居民。目前这个大火已经传出至少造成60个人受伤，其中2个台湾的干部是轻伤，还佫有1个义消不幸过往。 因为一开始可能发生状况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员工，他们就是有一些可能呛伤或什么，可是他们后来都已经就是都出院，就是说当下检查后没事，都出来了这样子。
另外，明德化工官方网站显示，爆炸这个工厂主要是伫咧生产发泡性资本一系，一年产量有3万吨。即个爆炸发生大火，外国媒体嘛指出，工厂内底至少放50吨的化学原料，其中至少有20吨爆炸小气。现在明德化工有发新闻稿回实例，强调讲等调查结束了后，会负责处理甲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东京奥运伫这个月23要开幕，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讲，伊打算要去访问日本，要甲日本的首相菅义伟见面，来协助东京奥运的防疫。来关心印尼疫情是正食力继续恶化，病毒一直传。目前印尼确定病例一天拢是增加3万多例。印尼的政府就讲，若准一天增加到4-5万例，到时阵就要向国际化救命，寻求外国来斗3天。来关心土耳其目前Delta变种病毒的确定病例超过280例。昨暗当地的卫生部长是表示讲，即马伊嘛验出Delta Plus 的变种病毒株，目前有发现3例。镜头转来过来，咱来关心台大病院伫昨昏有召开锁定的记者会，讲Delta变种病毒会拼过英国的变种病毒，成做全世界大流行的一款病毒株，敢若靠做一档预防下保护力无够。Delta 病毒伫咧全球咧炭烧，台大病院今仔日召开锁定记者会，解说 Delta 病毒的特性。基基研究报告显示 ，Delta 变种病毒比英国变种病毒明显更较高畏炭，变动症的比率嘛悬，真有可能会取代英国变种病毒，成做全球流行的病毒株。而且做一档的疫苗保护力嘛有限，若是继续摊开，可能会造成各个医疗系统的负担。看起来打1剂的时候呢，对预防印度病毒株造成的一个重症的感染可能是有效。可是对于造成有症状感染的比例，可能1剂可能是不够的。即马国内5万7月12会当解除封锁，不过刷来要安怎持续监测社区的疫情，而且两早主动传播链也是真大的问题。美国国务院6月30发公告讲，有研究证实，每3天做一个抗原的快筛，甲 PCR 的检测是同款意思。台大病院副院长高家宏认为讲，这确实会当考虑。要若无医护人员逐礼拜都要做一个 PCR 的检测，这个过程实在是真艰苦。非常的痛苦啦。按照他自己的讲法是痛不欲生，所以想这个在实务上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应该是去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简单、那更有效、那更让这个受检者能够不会那么不舒服的一个方法。台大病院嘛发现讲，针对 CT 值较低、高传染力的族群，抗原快筛确实是真好的方法。即嘛有愈来愈侪伫咧厝内用的快筛试剂已经核准上市，确实是会当考虑搁较利便，减少无爽快的感觉，而且会当随个阳性的人做隔离的这种检测方法。不过定期体检所需要的费用甲来源嘛是真大的问题，嘛要提醒民众，体检的结果受到侪侪因素影响，就算检验阴性，嘛无代表是绝对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7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3846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本土病例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589例，台北市是4610例。超过1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13例，苗栗547例，基隆307例，彰化268例，台中是199例，伫新竹县有108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17例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088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3846例。这个资料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来关心台北市的南机场附近的社区有16个人确诊，市政府是派专车载人去病院做体检，也毋过去坐车的民众，坐车的人无坐。当地里长就表示讲，因为大家拢惊去互挤挤嘟嘟，所以大部分的人拢是家己去做体检。民众一个一个上车，里长嘛去甲关心。这架专车准备甲民众送去病院做体检，因为住伫中正区南机场这个社区的民众，目前已经累计有10多个人确诊。6月底佫有3个新增加的个案。为着要查清楚感染源，台北市府找到做中勤专案，派防疫专车，甲想要做体检的居民分配送去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医区甲中心医区。骑摩托车准备去上班啊，早上9点多他就直接去上班，8点半就直接上班，好多个啊。还有一家人自己开车去的也有。
这个专案受到外界关注之下，但要搭专车的民众人数是比名册内底要减真济，真济居民选择家己去体检，或者是要等台北市7间病院初期开放免费体检了后，再家己去注文采检。那怕很多人有群聚感染，对，我想自己骑车去，可是看没有人，应该还 OK 吧？我家里好像应该有讲啊，我是想说直接去打比较快啊。早上有大概只要3、4台而已，跑这种快筛没办法开冷气啊，有些可能受不了。因为名册内底的人数是427个人，其中100个人会送去中兴医区，也若其他会送和平医区做体检。台北市府统计，到初6中昼12点，已经有235个人做体检。原底规划伫社区内底设体检站，不过居民烦恼讲安尼会群聚，嘛烦恼社区的红点又做记号，所以就反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这种区域有任何的歧视或者是污名化，因为毕竟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没有人是愿意在社区里面染疫的。我想这个部分，请大家还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初期中心专案还在持续进行，当地里长嘛呼吁，民众若是感觉有症状，就要把握时间尽量出来做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新北市，伫新北市昨昏市新增加11个本土病例，其中有6个人甲台北市有牵连。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讲，面对疫情，双北一定要合作。另外，新北市即马嘛打算要替市场的番仔做预防射，也毋过新北市有16个市场无做指挥，即马爱靠区公所甲里长斗3工来列名单。新北市7月初新增加11个人确诊，佫变做是2位数。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11个人扣除3个人是居家隔离的确诊者，有6个人甲北龙还佫有传染市场，甲台北市的医疗机构还佫有工课场有关系。强调双北的区域联防是真重要。所以双北一定要采取区域联防，只要把很多的相关来源掌控住，我们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疫情。侯友宜讲，确诊者内底10个人拢有别口的感染源，3个人居家隔离体检确诊，也若甲台北市相关的6个人内底，有2个人因亲人伫北龙甲传染市场做工课去画着，一个是咧台北市的医疗机构照顾患者的时阵画着，有3个人是伫咧台北食头路，伫咧工课场互画着，另外一个是新北市家庭小卫案例，也若唯一一个感染源不明的确诊者住伫咧永和，目前还咧调查是伫公司也是徛家的所在画着。组长在台北，居住在新北。但是因为居家办公，组长偶尔回去，到底是真正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还要把它做好判定。中和安乐市场有番仔投诉讲，无列名册就无法度做疫苗，因为毋是每一个市场拢有自治会会当负责列名册，警察局会委托区公所甲里长或者是番仔的代表出面来协助。新北市总共有16个没有自治会的列管市场。那这个部分也会循当初入出口管制的一个机制，也就是由区公所里长以及摊商代表来协助进行造册的作业。新北市初6开放70岁以上或者是原住民60岁以上的集会人，会当登记做疫苗。到下晡2点40分为止，已经有46585个人完成注文。侯友宜对12敢会当部分解封，是认为无啥乐观，因为各项数字看起来是敢若有受到控制。不过疫情是变化了真紧，目前上界重要的是市民爱采取戒毒的活动，而且透过体检来消除隐形的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若屏东的Delta变种病毒群聚感染，又搁新增加一个病例，若感染源当地调查。另外，枋寮郭子龙的太太嘛确诊，同一天伫枋寮病院甲伊同一大的所在，即马传出还佫有17人还未做采检。县政府是表示，会要求枋寮病院唔通拖。民众伫大日头卡来体检站，屏东医院北龙专案也甲枋寮病院正式的体检站，初6下晡持续有民众来体检。屏东Delta群聚案佫新增加一例，案因184 30岁男性，伫6月20日确诊白牌车司机泡茶，互人扣列隔离。6月2日，伊也甲案14905因163座共一台枫叶巴士，也是跟昨天这个15163一样，跟14905他们在6月26号。要移到集中检疫所的时候，他们有同车。虽然案因184有2个可能的感染源，也毋过因为伊二采 CT 值是28，比一采的30.7较低。指挥中心是推测伊是破病早期，所以比较靠可能是公车围着的。屏东Delta群聚相关案例累计有17例，其中案14413进前是因为 CT 值伤悬，无法度定数。指挥中心初6公布伊的 CT 值降到19，也是为着Delta印度变异株。在做2采的时候就下降
降到19，表示说他的病毒已经上升，是在一个发病早期的状况。当时我们也帮他做了血清抗体的检查 ，IgM、IgG 都是阴性这也是符合这个发病早期还没有抗体的一个情形。因为放疗确诊高粱的太太，捌伫6月16日放山Delta个案共用校诊区，为了确保病毒莫传开，放疗病院为6月18停诊到即嘛。虽然针对6月14了后去过放疗病院的民众已经采检3478人，不过还有909个人无采检，其中有17个人甲高粱的太太卡热是同款的。关键的16号的急门诊相关的人员采检，还有17个人，足迹相同的17个人尚未采检，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要求访疗医院要限期来完成。为了加速体检的进度，县政府表示会依照当初来病院的过卡资料，一个一个通知民众来体检，也希望有接到通知的民众赶紧出来体检。放疗病院到时阵原来会慢慢解封，分阶段恢复急诊甲门诊的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主计总处公布失业率，受疫情影响，咱5月份的失业率是4.11%，失业人数超过48万9千人，这是平4月份增加5万多人，这嘛是自2013年以来同期上界严重的。那6月份加上毕业生要找头路，咱国内失业率恐惊会更较悬。资本是观光真受欢迎的沙丁堡3号夜市啊，虽然袂少店头有开门营业，不过煞是无啥生意。还阁有一寡店暗算要拍互人，伫门口打租厝的广告，看起来是冷冷清清。同款嘛是观光景点的淡水旧街，伫休困日又入来袂少民众，不过有真侪店头拢无开，也若有做生意的嘛讲业绩真歹。可能疫情有影响很大吗？有，只差1层。三级防疫警戒期间，互真侪产业甲劳工受到严重的冲击。主计总处公布5月份就业人数有1139万8千人，甲4月份来比是了1.09%，也若失业人数嘛比4月份增加5万4千人，拢总有48万9千人，失业率是4.11%，比顶个月加悬0.47个百分点，创下2013年以来同期的新高。失业率是102年以来的同期最高。在我们就业人数的部分是骤减了12.6万人，从67年调查开办以来，同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减幅。最主要的是以消费活动为主的服务业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劳团讲，在三级警戒情形之下，5月份的失业率还阁在预估的范围内底。不过，接落来毕业的季节就要到，失业的问题是更较大的挑战。因为毕业季的失业潮的就业的这样的一个的需求，那它会不会让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就业譬如说职缺开不出来，或者是说让失业率更加严重？劳团呼吁，失业率可能会直头增加，政府就要赶紧清点目前的纾困方案，可以当更较精准、更较有效，而且嘛要启动就业安定基金等等的措施，嘛要想办法，互各产业甲就业的需求会当有更较妥当的安排，互劳资双方会当维持企业营运的量能，等解除封锁了后，才会当真紧恢复经济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嘉义。嘉义文创园区是外口厂商咧换，因甲政府资本是签约拍15年，也毋过因为受疫情影响，即马甲文化部提早解约。嘉义市政府是呼吁文化部要赶紧成立专案办公室，重新规划再利用。占地4公顷、全区有16栋建筑的嘉义文创园区，因为疫情的关系，厂商结束5档外的经营，内底将近50间的店头为了保护权益，嘛成立自救会。有业者讲，相关单位应该爱思考，卖互这个观光的大门卡袂到就停来。对嘉义地方一个公共财的一个，我觉得是不尊重。身为主责单位的，像文化部或者是我们的地方政府，我们还能再放任它再这样子再放5年、10年吗？厂商甲文化部的合约到7月31日，内底一寡艺文等等的物件嘛拢拆掉。而园区推广艺文的团体就讲。这个园区是嘉义艺文发展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嘉义市确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剧场创作空间，那我们很希望说，接下来其实不管是哪个单位接手，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持续经营。嘉义市文化局表示，这个园区是台湾设计展的展场之一，展览的规划并无受到解约的影响，除了会协助店家来维护因的权益，嘛呼吁文化部会当来嘉义成立专案办公室。
共同配合重新规划文创园区的使用甲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关岛已经开放，观光客会当去注意风车兼佚佗。咱头一大飞去关岛的飞行机帮，伫昨在9点出发啦。旅行社业者是表示讲，大约有90个人报名，有7成拢是50岁以下人，大部分的人拢是经要做莫德纳，也是辉瑞 BNT 的预防针。有着行李箱一透早，桃园国际机场航站中型航空柜台客湾开票的旅客，咱国民众去关岛做摇票，首班直飞航班，早起9点启航，当地时间下昼2点55分到达。有3个人，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完2剂才回来，没有加吃的话，就是目前已经到22万了。我们待1个多月。不能用划不划算，我觉得这是值得啦。这趟4个人，1个人旅费就是住宿加机票的话，不含个人开销，1个人大概10万块。5天打第1剂，目前是以考量台湾现有第2剂疫苗的，我们是选莫德纳。旅行社业者表示，旅客出发前都已经先选好买主疫苗的种类，原本就是只需要做1档的胶性疫苗的是首选。也毋过分析结果，38%旅客选择莫德纳。34%选择辉瑞，23%选择胶性，有3%旅客无买做疫苗。施打这个辉瑞跟那个莫德纳的比例比 JJ 还高，这个确实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应该也会是跟旅客对于疫苗的这个信心度的判断有关。另外，旅行社分析去关岛做疫苗首发旅客资料，发现青年甲中壮年较侪，49岁以下占73%，尤其以20至29岁甲40至49岁是上侪。研判是因为做疫苗排序较后壁，希望会当提早做疫苗，也是因为公务需求爱定出国的。记者综合报道。有国际旅游平台做一份调查，讲受疫情影响嘛，改变大家对观光甲饭店的需求，即马改做是低度的佚佗旅游为主。那咱台湾的旅客是较注重饭店的设施甲体验活动。对饭店的房间看出去，美丽景致近在眼前。国内还未解封，不过阵若会当出门，有出国的感觉，就会当透一了气。国际所谓旅游平台调查2021年旅游的趋势，发现经历过疫情，全球旅客上想要爱的旅游方式，以低度旅行、探索在地新的景点，也阁有体验活动为主。台湾的旅客是对过暝要求较悬，伫咧餐饮的优惠排第1，过来希望有体验活动，其次是希望会当提早 check in， 或者是延后退房。未来会比较流行的趋势哈，可能就是比较少接触外人，会变成就是小家庭为主，包栋可能或是包车哈，然后或是整天留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哈，然后少移动哈，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老少咸宜。旅游专家表示，对国内疫情开始，小家庭、旅游气泡或者是国内度假村的行程有较实行。不过，学者也是认为，现此时国内疫情也未完全控制。如果小可解封，中央温存会当出门行大，游客也是会以欣赏风景甲体验活动为主。长时间踮伫咧饭店的旅客比起来会较少。即使饭店业者真的在做到非常高规格的一个防疫。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应该还是会担心啦。我个人觉得啦，毕竟没有一个疫苗注射的话，保护力没有那么足够啦。疫情改变旅客对观光大饭店的消费形态，众人拢希望早日解封，安心过暝，享受旅行的快乐。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泰国普吉岛即马嘛在拼观光。当地泰国的总理帕拉育冒亲身去到当地宣传，想袂到伊甲一个确定病例接触到，即马爱封隔24天。若伫普吉岛了后，刷落来泰国另外一个观光的景点苏梅岛伫15嘛要开放。游客规家伙仔大大细细伫咧饭店的游泳池耍水，有人都伫咧边仔晒日头。这是拄则开始3个计划欢迎观光客普吉岛。真侪欧美的旅客等袂花抢头香，解禁的第1天就来耍。Why? Because this is the perfect place to just relax and clean our minds, our heads after a long time. 为了要提振观光，泰国总理帕拉育伫咧7日去普吉岛参加重启活动，带官员伫咧机场迎接游客。
甲因最近翕相闹纪念。不过有一位甲帕拉鱼翕相的上届人士，事后发现确诊。总理办公室正紧张，虽然帕拉鱼赶紧接受体检是阴性，不过为了保险，也是隔离14天。泰国去年的观光客减少8成3，相关收入减少500亿美金。以前逐年拢会来遮耍的阿拉耶斯讲，这卖情形甲以前比加正冷清。I take around walking afternoon. I see many shops closed.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before. I hope next few days all it's open. 照普吉岛的解封计划，只要是完整做过有风险来自中低风险国家的观光客，到普吉岛唔免隔离，伫当地若点满14天，经过3遍体检拢阴性的旅客，会当去泰国任何所在耍。除了普吉岛以外，另外一个正受欢迎的苏梅岛，也伫这个月15月重新开放。若效果袂歹，10月会开放国际旅客去曼谷、清迈加巴达雅。公司新闻曾回面编辑。法国的拉斯科石洞的壁画是联合国的世界遗产，法国政府为着保护，已经有超过半世纪拢无开放啊。也毋过即马会当透过 VR 技术来看内底生啥款。那即马当地拍的温布顿网球公开赛，主办单位今年嘛是引进一套 AI 系统，会当帮助观众来了解选手的能力。咱来看科技有偌厉害。今年这边的草阿波地网球赛，每年6个拢会起球迷的注意。今年温布顿锦标赛主办单位在电脑软体公司开发数据库。The IBM Power Rankings to try and get this across to fan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data, but also punditry and buzz and chit chat. To try and give that indication. Healing per second to weapon accuracy to. 这种用伫咧电玩竞赛排名的 AI 系统，今年利用温邦各项资料数据，替球迷找出可能的乌马。对自1877年开始有超过100年历史的温邦来讲，是突破也是创新。去年温邦因为疫情取消，今年恢复，不过入场的人数有限制。主办单位希望用这套系统，让球迷更加紧投入比赛。挂这种 VR 设备参观洞窟内面的壁画，这是伫咧人58年了，会让国再看到15000年前的拉斯科洞窟壁画。法国政府1963年为了要防止游客破坏甲洞风景，这么用 VR 器材会当伫45分钟参观235公尺长的洞。拉斯科洞窟壁画1949年发现，1948年开放参观，1953年每天有1000位游客。1979年获联合国选做世界文化遗产，这么将规个洞数位化，放伫咧资料库内面。Deux visites de ce parcours de cette expédition au cœur de la grotte de Lascaux, expédition grandeur nature à l'échelle 1:1。自这个月8开始，游客会当6个人一组，挂着 VR 设备进入这个关了将近1架智慧洞，参观史前的遗址。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爱沙尼亚有大学甲自动驾驶的汽车业者做伙开发出全世界头一台氢气巴士，真环保哦，排出的气体无臭味，而且敢若有水甲烧气尔。爱沙尼亚总统卡尤莱德亲自开采，强调全球第一台自驾轻下当转接小巴公布啊。这台转接车是由塔尔图大学研发氢电料电池，结合自驾车公司 Outtake 的自动驾驶技术，隆重产生。这台转接车有6个座位，用来帮助乘客行完旅程的最后一里路。虽然无需要驾驶员，也毋过拄着必要情况，会当完全监控修正路线。We have more than 13 street legal vehicles with lithium-ion batteries. But we have seen that thanks to a really big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hea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e needed some separate system for the vehicle. And hydrogen has been a really good possibility for that. 莫索夫表示，氢能车其实真环保，燃料电池使用氢气加做动力来源，利用氢甲用的电化学反应产生电流，副产品就水甲热气。Filling this vehicle takes only 2 minutes. I measured it. That means after 2 minutes of refilling, it can drive 6 to 7 hours. That means you don't have to have so many vehicles on a line to operate. You can quickly refuel the vehicle and still
be 100% green, especially when you're using green hydrogen.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伊高科技产业伫全球出名。各种产业高度数位化，除了结婚、离婚、买卖房地产需要实体进行，其他像报税、投票、开药单等，会当讲99%的公家机关服务拢毋免行出家门，都会当以就网方式完成。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大家先，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